香港屋苑林立，面對日積月累嘅外牆頑固污漬，傳統嘅清潔方式往往都受制於地理環境，令人無從入手。呢一個咧就係我身後邊呢一個位置嚟嘅。本身咧呢個位置咧喺呢個會所外牆出邊啦，比較高嘅位置啦。普通咧清潔員工咧係好難咧就用水槍去清潔嘅，佢一定要做個高架啦。因為冇高架嘅情況之下咧，呢度咧就係長期有好多污漬嘅。科技改變社區管理，無人機化身空中清潔工，唔單止靈活穿梭，仲大幅降低咗保養成本。經過清洗完之後，大家都見到啦，起碼去除咗差唔多有7-8成嘅污漬咯。佢個優勢咧，其實就係咧可以減省咗搭高爬嗰個成本啦，亦都係比較有效率啦。頭先我哋睇到啦，其實佢哋嘅效果咧都比較明顯嘅。咁同埋咧，佢可以收放自如咯，好容易去到唔同嘅位置進行清洗咯。我知道啲居民係非常之支持嘅，因為其實居民都期待咗呢個清洗外牆行動咧好耐㗎啦。突破局限，低空科技嘅潛力遠遠唔止咁，佢更係守護社區安寧嘅天眼。咁啊，除咗屋苑管理之外啦，喺我哋屋苑，譬如話周邊嘅範圍嘅管治咧，無人機嘅技術咧都可以應用嘅。尤其譬如我哋屋苑咧附近有好多山坡啦、斜坡嘅位置咧，範圍係比較大嘅。咁裏邊咧其實存在咗好多問題，包括咧就非法開墾土地啦，甚或咧其實裏邊咧係有製造好多噪音擾民嘅情況。咁我咧去信咧就係俾唔同嘅部門咧都建議佢哋咧可以利用低空嘅無人機嘅技術啦，定點定時進行一啲嘅執管嘅行動咯，從而可以打擊呢啲非法嘅行為咯。